在商校街这边是设置7楼，那7楼因为只有7楼柱的设置，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攻击它比较弱的部分。那刚好这一项是7楼，所以地震超过我们当初能够设想的这个地震的强度，所以它只好往这边倾斜。可是它背面因为它有它的地下室，还有它整个结构体是支撑住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太大的余震的话，或如果说刚刚那个是主震，但是没有太大的余震的话，其实它的建筑目前来讲是安定的。那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去进行救灾的工作，但是那个救灾我建议说不要往这个比较倾斜这边，应该为了人员或者是机械的安全，应该从背面来救灾，因为背面才是我们一般人逃生的时候是会逃生的方向，所以我建议他应该是要往后面去救灾才对。